这一天，全家愉快的出游，起初都是抱着无比的期待。来，我们来合照，来，西瓜甜不甜？好了啦，不要再闹了哦。妈妈，我要上厕所，快点！妈妈，快点！妈妈不是有快点？再忍耐一下，就快到喽。他好闹，为什么不开快一点？好，忍耐一下哦，我就开快一点啊。但那个期待的假期最后落空了。如果当时有要他系好安全带，或许命运一切都会逆转。如果当时我不要超速，车子就不会失控。你不会想体验人体在高速移动下的惯性，也不会想感受事故3秒钟的煎熬，更不会想跟我一样为了抢快。我以为当时可以 hold 住的，但其实并没有。新闻快报：今天上午，国三南下156K 发生一起意外，109年超速失控死亡事件就高达108年的7倍之多。110年上半年，国道超速违规取缔案件竟多达11.616件，只要超过限速60公里以上，就属危险驾驶，最高可罚新台币24000元。经统计，国道死亡车祸有45%涉及超速，有1/3未系安全带。研究显示，未系好安全带的事故致死率是有系好安全带的3.6倍。为了家庭幸福未来，不超速，行车请系安全带。